今年我哋好榮幸，仁愛堂能夠贊助警務處30場互動禁毒劇場嘅演出，將禁毒信息以生動有趣嘅方式帶入校園。今日嘅發佈會更加係我哋同香港理工大學攜手合作嘅重要成果。呢次研究覆蓋咗18間學校，成功收集咗接近2000份學生問卷，數據基礎紮實，極具參考價值。研究結果印證咗互動式教學同埋預防教育喺禁毒工作上嘅關鍵作用，為日後推動校園禁毒策略提供咗堅實嘅科學依據。能夠同大家一齊見證研究項目嘅重要成果，以及40位校園禁毒小領袖嘅宣誓同埋嘉許儀式，對我同埋整個警隊嚟講呢，都係特別具有意義嘅。毒品問題唔係淨係影響嗰個人，其實毒品問題影響成個家庭。好多時個年青人吸咗毒咧，其實父母都好慘。好多時會嗌交啊、離婚啊。當然嗰個代價更加大啦，就係成個社會。我謹以至請大家舉起你嘅右手。我會堅決向毒品 say no， 奉公守法，積極向身邊嘅家人及朋友分享禁毒信息，守護社區，遠離毒品，做一個負責任、具影響力嘅校園禁毒小領袖。此誓，恭喜晒！教育基金秉持推展優質教育、培育多元化的人才的宗旨，與仁愛堂攜手全力支持警務處推展學校互動禁毒劇場，以純正為本的理念，開啟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